但是目前無設立青年局，相關的青年事務由各局處分工，並且以研考會青年事務科為核心單位。對處議員蔡宗和佇昨日陣再次問到評估設立，對處市長表明，因為受法令限制，所以目前無成立的空間。不過議員為了保障青年權益，要求市府針對18歲到40歲年齡層的資源整合，一定要想辦法突破。今天如果一個22歲剛畢業的一個年輕朋友，他要去了解今年青年的相關政策，他要去哪裡找？我舉個例子來說，去哪裡找嘛？譬如說他租去哪裡找嘛？我們社會他沒有一個獨立的一個整合的資源，他沒有辦法去看，他沒有一個會宅不是針對青年嗎？專責單位沒有把它整合出來啊。因為你這樣太斷章取義。我沒有斷章，預算其實都在各個局處沒有錯。我了解在經發局也好，可能在勞工局也好，都有可能。但是你去思考一下，市長，您現在貴為市長，您可能有很豐富的人生經驗跟很多智慧。但是如果是一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，他哪知道他有的，他可以可以搜尋到的社會的補助是在哪裡？每個青年碰到的問題都不一而足，怎麼辦？台北、新北、桃園、高雄都站在青年、台灣國家的未來，他們的立場，這些年輕人來設相關的局處了。他有可能是學生，我們只有在這邊打嘴皮子。所謂的叫做青年局3個字，不見得就是完全代表着重不重視青年的一個反應。是，那除了這個，我只是很誠懇跟你反映這個。好，你的意思是說，你沒有覺得一定要成立青年局才可以為青年朋友來努力嘛？對不對？那就是說法令不許可我們設立青年局，但是我們還是朝這個方向努力。那是不是可以往整合的方向走嘛？質詢當中，市長認為議員的態度和雙方一來一往有了口氣，以 ChatGPT 的補助為例，議員認為新得有，希望市府評估咱的財政，看敢有法度比較。不過市長認為錢愛開佇刀口，目前並無這款想法。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。